三人类孔开骨，两三人类卡剑斗，有什么答案呢？螃蟹。来，瞎乱来。帮他。你是个间谍。飞轩唱歌不好听，我来出问题。天涯海来身体。谁有踩上去健康成长？原地跳3次，好了。连线。流量啥都知道，晚上芥末给扮演，佳琪露侧不脸。太会说谎。围炉了千层宽一海。哎，这个有点烂。怎样，很烂吗？是红豆的吧？你怎么演啊？你到底有没有吃啊？浮夸。闹热大擂台，闹热強下來。鄉親朋友啊，佢根本是非常嘅歡喜，非常嘅快樂啊！冇錯。哎呀，連個麥克風嚟都冇拿，冇拿嘞，我們就用我們的聲音，用你嘅嗓音，歡喜歡喜，有冇？感染大家，根本係你鬧熱嘅氣氛啊！正經，一年一度嘅元宵節，長夜班。長夜班又來到了哈，係啊，很夾哦，有一年哦，很夾一年。按照的批判太起家。對，哈，所以按根本咩搖槍到哈，安尼當到安尼鬧熱大擂台特別來賓來到你現場，根本有比賽嘅，有比賽，同樣分咗兩吹。鬧熱吹還有擂台吹，係元宵節一天都必當到，當然啦，真會好搞，真有嗰種氣氛，對嘛？氣氛就會鬧熱啊！對呀，先多好搞嘅東西。哦，兩吹，乃兩吹，乃到來賓來同他介紹下嚟。先來分享，哎，你鬧熱吹啊！王一峰，沙來嘿，耶，恰拉提，哎呦，林光權，鹹我。還有洪思君，壓軸跟王心怡。哎呀，你為什麼要跑到我旁邊？他們有去拿這個來。Come on baby，對啊，鬧熱吹，鬧熱吹，鬧熱吹啊！歡迎鬧熱吹，有鬧熱吹就有一個男的帥，女的漂亮，這一對顏值高哎，真的。對啊，有就有一些其他嘅擂台吹嘅啊，擂台吹，我看算了吧。我覺得好像有點失衡的感覺。是啊，對，好。好，先歡迎嘅擂台吹 TV 陳怡妍、曾子怡，還有周柏強。沙雷嘅林皮賢，壓軸，哦喲，陳碧儀，這是來到哪是跑？哎，你擂台吹，哎，你剛剛現那一下是什麼意思啊？顏值還是不錯的吧？顏值有口罩戴着有真是加分的部分，努力的拉高你。你們自己說，這樣比起來，顏值哪一對比較好？不止顏值哎，我覺得他好像是有照身高分配，有身高分配，對，對吧？哈，那邊好像是那個怎麼有點老弱殘兵組？他在影下給可愛的，嘿哈，在影下給兩隊哪兩隊對，既然兩隊都出來了，那一定有隊呼嘛，當然，對不對？隊呼互相嗆一下來，哎，我必須哦，要必須來，好了嗎？好，1 2 3 go， 鬧熱耶，鬧熱，鬧熱，呀！你的隊呼是衝着你來的，哎呀，為什麼？為什麼我會這樣？為什麼我會這樣？就不很歡喜啊！來動嗓音啦，嗓音。哎，擂台吹，擂台這麼軟的，來呀，變一下擂台吹。來5 6 7 8，擂台大亮亮，擂台一定要。
真的吼，不知道。疲惫呀！我两句秋色朋友有吗？都小朋友对，都很有心，那个各有各的特色。特哎，因为养的俩吹哦，有奖金哦，奖金哦100元，而且不是假的哦，是真的哦，真的1万块哦。大家开始尖叫声援。今年大放送哦，真的，正赢。今年我们制作人没有在开玩笑的。哎，罗哥也没有在开玩笑，罗哥一句话，有真的就有真的了。啊！但是我跟你讲，输的也有惩罚哦，哎，好输的吹有好惩罚，没在怕，哎，哦，没在怕啊。对，没在怕。好了，好了，哎，来讲讲今行体育单元来。啊，郭先生，来讲两个本艺团哦。哦，水彩艺做来啦。对面的阿公，爱人问问你哟。好啊。马甲爱圆圆，菜棒爱甜，马甲圆圆，对面前哦人，哎呦呦的哟。阿妹梦爱金手来采，月光圆圆菜半甜，样子圆又圆，样子圆圆在面前，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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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儿呦呦儿呦呦，你讲猜对么？对对对，本意猜对了哟。記住愛加半藝哟，相定來哟，睇對哟。但是還有哦，移咗來，哎呦，還有啊！看一下。哦，對面的阿哥在了問問你喲。好啊，馬甲圓圓樹上吊，馬甲圓圓水中年咯那，呦呦的哟。阿妹夢藝金手來採，金子圓圓樹上吊，好音圓又圓，好音圓圓水中圓，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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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呦哎呦呦，你講猜對麼？對對對，本意猜對了喲。記住愛加半藝哟，相定來哟，猜對了哟。我唔相信還有。好，還有啊！哦，來，還有啊！來。對面的阿哥在了問問你喲。好啊，馬甲毛強怪上天，馬甲毛強怪上天咯那，哎呦呦的喲。阿妹夢藝金手來採，無言無腳為上天，陽坤無腳，陽坤無腳為樂天，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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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嘚呦呦嘚呦呦，你講猜對麼？對對對，本意猜對了喲。記住愛加半藝哟，相定來哟，猜對了。新年快樂，新年快樂！一年一突
荧幕情侣又出来了，猜谜梗，对，老少配，老少对，老少配，你爸爸带摸的啦，嘿啦，就恐下阵他个掉闹呢啦，对啦，对吧？嗯，哎呀，奇怪吼，用特别都演手这安尼，昨夜把一天都嘛个团亮的安尼，吼，奇怪。要年寿佳节啦，以前青岛人讲，亮的啊，係要團到一差唔多天太講，所以咱我要後面大開堂出來。哦，哎呀，係要天太講嘅啊，哦，但所以是表示講黨難團嘅意思啦。哦，對，我經常聽着導演呢，团亮哎，三國團亮哎，我跟你讲，现场的朋友，你们好好猜一下，真的赢的就1万塊哦。好，加上必須哦，天司機前面的觀眾朋友，人家要做啲地方卡台一下，向下台一下，一下欣賞出題，出題，然後吹一下，他個台。用人哋嘅神太跳嚟出題，規則啦，就睇起來看到兩吹嘅朋友啊，看到舞台當中倆隻強嘅倆機嘛，用搶答的方式，你欣賞講，所以後可能台嘛個，你如果講請搶答的時間。個吹就出了球哦，是搶，然後放下回來。對，沒有，你不要拿起來打對方。你搶到以後你要，看誰比較長，哎，然後再放下。那我一定最長。啊，有羅哥長嗎？沒有了，你就拿到搶到，放下，回到位置，哈，他就開始搶答，就可以回答。OK，好不好？好，來，那提一題慢先來出。好，我先來。好，係請郭麒先生。郭麒先生，陸山歌。哎呀，這個要猜一個地名，猜一個地名。發春順啊！高香發春順，請搶答。一元呢？逸璇，你好狠！陳逸璇從中衝出來，偉如竟然這樣子衝撞你女友。對啊，他差點跟着他回那一隊。他剛剛，你這樣你看得過去嗎？請不要讓我們內訌。不是，他剛剛有跟佳琪說要小心，不要受傷。哦，但他又加了一句，除非你有買保險。要小心啊！公私分明。你是不是碰到什麼用錢人的東西？哎，搶答，你們有答案嗎？有，搶答。備，星座，答對了。對了，好，你睇對一分了哈。該不挨咯。哎，老師散購詞。三個字，好來。還同一隻成語哦。成語。哎。來卡扎，泄露已久。哎，怎麼？羅哥又還蠻講，他們兩個移動很可愛，你是無視於我的存在。拍謝，同一個成語，可以，他們說可以站起來。把來卡扎，請講答。哎呦，放回去。總把來退出。我們隊長受傷了。哎呦，知道答案嗎？知道。來搶購。等一下，沒有，我們有2個答案。是他的。3、2、1，無法無天。答對了。後來2題而已，還沒有贏。加油啊！第3題要搶你個銀章。來，再來出題。第3題了，來，請好。不用他懂紅一些的哈。你要不要乾脆拿給西語就好？恭喜！我是這樣子的人嗎？是，對不起。那就是了哦。好，第3題搶銀章，我傳一張物品，好，一個東西哦。平板。哎。風山毛兩那山馬，街上我騎。
哎，很有意思哦。哎，凤山六山野松奇。后狮自来，好是番，好狮自来，是番。哎呦，哎，好玩了，好玩了。物品哦，哎呀，真假的？裁判，猜拳。我觉得他们太烂了，让给他好了。确定？可以吗？可以。确定？哎，怎么拿到我手上了？哎，猜拳。好了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认赌拍谁了？然后也出这个，不一定答对了。好了，这题可以回答一下哈。哦，同一张物品，向下來玩一下哦。誒1、2、3，油頭彎腰，答彎對腰油頭。8三年來紅太古，2、3年來徛劍斗。动物有什麼答案呢？來，這個劍全歌坛得過金曲獎的有圓圓的人嗎？你敢說出來，大聲說！你說。世界，青城烟烟山头绵绵个斜，看看夜风吹落落满地，英雄真爱的哈嘎精神，给同发音，因不因爱上特体，看看我怀嘅风景，爱起的。青城烟烟山头绵绵个斜，洋洋给风吹来落满地，英雄真爱都给，来到大雁给个世界。青城烟烟山头绵绵个斜，洋洋给风吹来落满地，英雄真爱都哈个精神。哎呀，厉害了，你练出3题了啊！哎，加油，好不好？那要去赶票嘛，输人不输阵，好不好？输阵就難看面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對，三位唱奇怪先生，好，我嚟用3個字，好了，大家注意聽咯。咩台一個東西哦，要風來磨那痛啊，磨風來痛啊，
同有了一封啊，这简单嘛，就是痛风的意思嘛，痛风啊，有痛我们还是要怎么样？同一张物品，痛风同一个哈。东西哦，等罗哥复健好。对，好来，曾志宇很勇哎，请讲答。上菜中意闹夜吹。好来，嘿，来，橡皮看一下。黑马该东西黑马啊，该东西啊来，你们回答唔讲唔讲，啊。啊，哦，三呢？哎呦，恭喜你！哇，终于开胡了啊！3比1，好，3比1，好了。 3比1，哦，沙雷呛赢英英老师好，平板。平板，好来，同一个通不？嘿嘿，哎，通不了。巴沙哦伊那来呀，公太哟古那，两沙哦伊那来呀，家见来到那。好。八三人类孔太古，两三人类卡剑斗，动物哦，你还这是会吞吗动的。我只有吃过它，不太蜈确定蚣算不算？蜈蚣算一种虫哈，昆虫，昆虫。这种通不了，我听同的就通不了。好，哦，哎你会大椎骨哈，大椎骨哈你给。台湾哦。没，好了，请讲答。林批贤，哎呦，好厉害哦，可以先哦，林批贤正经，很强。他还是后排的嘞。海豹哦，哎，哦，来，有吗？有什么答案呢？螃蟹，来，乱来，这个剑斗，对，气螃蟹，恭喜答对了啊！厉害！他原本想猜虾子嘞，气死！哎呀，真的是间谍一。时讲错，虾子有80只。间谍，好了，沙哈了，沙哈雷，我来出题，罗哥出题哦。我来出题啊。用肉山果来，肉山果较好创啊。也喺同一個通本。誒，有咩通本咯？一日過去，托梁山一年過去啊，記住托槍一年過去托梁山，一年過去托槍槍，同一個東西啊。亮對發嘅數你全部會記記。來，投一下，對啊，投一下東西啊。哦，哎，每天都可以看得到的。對，準備在好家裡可搶答。能會擺哦，一定會擺，哎呀，球杯好不好？不一定哦，你們家不一定會擺嗎？不擺，現在科技呀，啊，他這個用數機的嘞啦。真的嗎？有，哦，都錄影架可能會擺。我都聽清楚了啦。係啊，聽講清楚啊！講清楚了，你不要只跟那個新宇講，好不好？係啊，都看幾個。請搶答。哦，Gaki，哦，答案是什麼？啊！底下嘛，我跟你講，神槍神我跟你講，有
有没有答案？日历，好，答对。你让，一年过一到两三，这一年过一脱枪漂亮，一年过一擦枪枪啊，有意思哈，有意思，好了，来杀他的，杀落去我爱的哦。时风唱完，吉娜唱，好来，哦，啊，你加油，先唱啦，听水下哦，我来唱平板团一上，一上瘾，好，嘿。好来。源远流滚啊滚，江西流关啊，阴桥流过那后啊，就系流他那。这么明显，知道哈，这么明显，两张哈，一下就弹出来了哈。对呀，我会拔牙哦。全客家界，对不对？也只有他而已，对不对？金曲歌王，有应该是全歌坛得过金曲奖的有渊源的人吗？请讲他。宋文颖哎，还有这样的嘿，玛莎，你敢说出来，大声说！就说，你说，没关系，伟如照你。好了，伟如，你说，他说，好了，加讲，慢你。对啊，吉娜，我只看这一句啦。用掉，你看我们家小妹，答对嘞。准备讲法，真的。那该都是演员根本就习惯，太改题目嘛。不能你还要做一个东西哦，很恐怖，是啥？哎呦，接下来我跟你讲，不得了了，不得了，从来没有开过口的。然后他起来讲，你歌王，他歌王，对，他就会有时候会在后面放个炮这样。根本要冲过呀！我冲过会出题哦。我讲啊，吃到太极搞本给嗓音 key in， 我躺清楚哦。虽然你们会觉得就太受吸引很好笑，但是还是要注意哦，常理充满感，好吗？哦，那你欢迎你的小康。哇，不得了！小康情商不得了哎！小康老师，要我帮你弹吗？真的？我在节目上自弹自唱哦。自弹自唱哦，我从来没有过自弹自唱哦。真的哦，因为我唱就会弹错，弹就会唱错。能唱不能弹，那你就弹平板唱老山歌。爱从罗山够，罗山够，不叫我一个扣下就是唱了。依照水果哦，太极把躺清楚哦。猜水果来。哎呦！关公皮哈，给这牛皮面啊！哎，给嘛改啊！哦，炎炎中飞呀，我个空地飞呀。给家上，要变啊，给家上。哎呦！关公入错行了吧？关公皮下牛皮面，炎炎中鼻空带杯。该够字嘿。那黑马的东西哦。你们先给小康老师掌声鼓励一下。毕竟年摊加完白。哇，小康欣赏2百冲100哈，可能学片班的飞来太极都会躺你冲。哎呦，躺你冲。哦，欢迎一下水果，来。猜啦，我不知道。啊，想好了。
想好了啊？啊，可以了吗？哎，你一直跳，我都打可以了。好，开始。齐家的。耶！差这一哦，声音哦，声音哦，哈。OK。还好有换。老年吹。好难抢啊！我发现。关群众。要摸后团呢。哎呦，新男摸后团呢。一个黑了。有什么答案？来，供出来。我们猜栗子。栗子荔枝。栗子。错，答对嘞。对吧？哎，荔枝客家话用来讲啊。栗子。用龟鼻锥一个形容。哎呦，真的呀！哦，现在还有个玉荷包。哎呦，个自然些些哈。栗子。好。对，好。下来下一题抢起个欣赏。好嘞。哦，俺来分平板哈，平板。不是我拿到，有人。同一个东西。西西哟，一放啊，一放啊，一见了一木啊，出門了一那跳啊，開逢了一花啦。西西缝缝，其實我感覺兩天對記到了廣東南，你原動地啊，你煙台的東西耶，煙台，你才不兩元不要再提示了。有那種東西，西西縫縫一件木，出門一挑開你不看不能停車就一挑可以拔。我們知道了。一挑哦。答案了。这太难了。你看那邊，你看那邊。這邊完全沒有感覺啊。不知道嘞，交給你們了。猜一個東西啦，一個同一個東西哦。一个东西。呀，是有看到的。呀，真的呀，東西有看到。哎，現在幹嘛？有一些人還把它拿來做收藏。有答案。有。哦，那一句，因为刚刚那一句话。請講他。放回去啊！哦，不要再，放回去。我都有怕自己受伤。自己人不要那麼兇。去搞你哦。不是，我們怕你被搶走，放下去我們就是了。怕其中有這種。對。好嘞，打開東西。黑馬蓋。你勝。春雷風。我猜有點不。哦，這個要叫現代人來猜模糊。因為冇看過咧。因為這個出來貨哈，以前的西西角角，啊，就創業一件貨嘛，你打開了以後，夾在一挑，啊，這出縫貨，這個佢縫法，佢就是出貨嘛，佢縫法啲啲冇我貨上過。對，按天師記前面的觀眾朋友，迄團的都沒說不差，對，好，好來殺下來下一題下來我搶銀欣賞。好嘞。哦，肉山溝。肉山溝同一隻詩。東昂起的一條狗呐，上好神遊啊，四季口呐。簡單哈。東王起的一條狗，上下上有四隻口。猜一個字，同一隻詩，一隻詩，哎呀，懂簡單哈，簡單，哎呀，冇難啊，唔會困難。非常非常簡單，哎呀，好來，你來，你最慢。這個隨便用膝蓋想都知道，請講他。很快，膝蓋搶啊！哎呦，假期搶到咧。為什麼那麼慢？啊，跳去蹦機讓一下啦。自己咧，回收有些檢查咧，哦。來，老葉吹。氣，生氣的氣，是不是？哪個氣？器具的器，器具。怎麼寫？月四個口中間一個犬，就那個氣嘛。氣，大氣的氣，對。大氣嘞，精氣的氣。我還
还工具嘞，器具。好，上下来。好 ，PCT，你女儿刘畅用吹嘅朋友來咯。先有請你嘅擂台吹嘅子怡。子怡，係啊，子怡就出題。我係衝落山歌。落山歌，同一隻水歌哈。望見遠鋪。你裝小學生嘅頭先，小學生。對啊，東岸慢慢兩條 Q， 厲害啦！好聽好聽。嗰個客家太極啊，啲舞台當空只會衝到嘅，所以佢仲厲害。係啊，是猜一個水果。同一隻水果。兩條翹翹。望見遠鋪包雲條。有長得跟我身上某個器官很像。羅哥的頭髮手指。是哈。像羅哥跳那麼。有點像手指，有沒有？飄飄的。哎，對。好來，請講啦。Go。佩璇唱歌不好聽，我來做問題。哎呀，哈雷聲聽。佩璇的好朋友，你的好朋友。好朋友哎！東岸慢慢兩條 Q， 請講啦。Go。你嘅假期唱到咧，嗱一吹請說答案哦。用者，答對咧。唔知講哪一版？唔知講哪一版？香蕉。香蕉，你點解講乜㗎？乖乖啊！客家人咧講嘅叫你香蕉都講唔海豐嗰度叫唔知啊？叫唔知哦，而係嘅死海嘅就出嚟。四開鹽，死海鹽，嚼啦，用嚼。好，謝謝啦，你吃完啦。好，沙雷。One and 嘅鬧一吹嘅一號，雨涵哦，雨涵哇，你要唱用流行歌曲出來是用乜嘅？一號那依娜呀，涼拌。站這裡你要去哪裡？加油！讓你左右都站着國寶老師。我好像很好，來，我等下一號。OK， 好了，雨涵出題要猜一個東西。好，猜一個東西，好吧？是。兄弟留的那妹那，是留你那，留不留西那个，身上留的那。到底是雨涵在唱，還是茵茵老師在唱？我好像聽到疊音感覺。永弟姐妹，我們是和聲，對，和聲部兩位老師幫你和聲呢。對，哎呦，13級，哇！永弟姐妹，我以前多愛比13張啊，13張比。又講你讓動豆，哦，你講你鬧馬莎打牌讓動豆。哦，這是不到啊。每13支不一樣，13支頭班作秀跟時間。以前沒事啊，13支就要比一下啊。楊家師範嘛，給你擺黑嘛。哦。對啊，哎，猜一個東西。同一個東西哦。哦，啊，準備好了哈。弟哈，弟呢？弟嘞。哦，你唱做了邊某說對嗎？對嗎？還沒弟耶。你妹地雷是什麼？拍美地雷。拍美弟耶。請講啦。
看欧了，哎呀，美人计没什么用。好了真的啊。我看你们按欧，哎，你给他没出去啊。擂台吹，哦，好，对， 1、2、3，扑克牌。来答对嘞。可爱，你头前可以用散拍挑，它可是有指定的曲目。哎呦，哎呦，指定曲哦。嘿，哎，先抢你的起过欣赏，用死练狗。哦，好了，死练来，狗，用死练狗，来，大家注意聽咯。好嘞。過年過節就出現，喂，身着一輛太風衫，身着一輛太風衫，一旦翻天，跳到不唱歌那呦呦的呦。哎哎呦，哎，这不是圣诞老公公吗？简单，发圣诞老公，没啦，同一个东西啦。圣诞老公公应该会飞呀。哎，不一样哦。聖誕老公公會生氣太嗎？風傘嗎？會見呢，咁會見，幾見呢？跟小朋友冇關嘅時節啦一。天就會冰雹跳。哎，哎呦，好，開始噶，背包跳，有準備好了哈，有睇清楚哈。見都會背包跳，同一個東西哦。你自己盲頭。見你會背包跳，冰雹跳。哦，來哦，七起腳啦！從八個。有一点那个，他跳八家将哎，你没冰雹跳。你刚刚有跳起来，有這個步伐，嘿，八中狗，八中狗，你一條題目係集團出來嘅，我自己講。你有還蠻肥他，你有我們來沒有補充嗎？跟我們抽，哎，沒答案關係啊，先來我們同一隊，嗨，自拋，自拋，答對嘞。自抛哎，自由誒，因為是上面的不要黑甜亮筆哎，自由啦，自拋哎。自拋誒，鞭炮。傻分不清楚。好了，恭喜你答對了。好，沙雷搶你引擎上面用死練狗來出題。好，對。同一個東西。好，欣賞醬料。Hiki，真 Hiki， 那人屁股做馬蹄，那人屁股做馬蹄，左右伸鬆，伸鬆又伸對又難，呦呦的呦。哎呦，哦，哪批講了做馬蹄啊？簡單啊，現場要有影有帶用啊。你可以贏了，你站這個主要守備位置。對，會不會是胸罩？衝了嗎？不是啊，大家都按講啦，無意帶到屁股因為大家屁孔當空嘞。對。羅哥在分享童年是？羅哥分享他的日常。他這麼小就這麼會哦。起腳啦！第一眼又輸了。又衝到嘞。哎呦，剛好呢。當夜吹答案聽嘛該？答案就係四眼田木姜，木姜，哎呀，恭喜答對啦！就你帶，剛好有剛剛帶。懂一些嘞。好，來。好來，好，沙下來啊，來沙呢？來，我按你嘅，誒，嗱要看唔錯嘛，仲北強嘅。八千的出國出北強人家用乜嘅挑嘅衝嘞？好，我會從蝸牛與黃鸝鳥要配樂來出題目。哦，用兩批我來出題。哎呦，張帝來了。張嘿，張帝他是沒有卷舌的字，極致歌王，他是張帝。根本伊當歡喜來到了位，嘿，了下無愛來出問題。伊是妖妹最愛記，暗日切咧最強記，最強記。嘿，哈，就這樣嗎？還有，好嘞啊，好嘞啊，同一個通文。好，現在要來討問題，這個問題到底是什麼東西？好了，現在請你們快搶答呀！不戰而勝。黑暗有嗎？黑暗有嗎？沒有哦，沒有。不行了，這樣不行了。要聽到請搶答。這樣不公平啊！這樣不公平，真的哎呀！接下來。我就想閃殺，還有答題，都簡單了哈。這個什麼東西？
黑马街，黑马街。等一下要用那个黄鹂鸟的唱出来哦。嗯。你嘅答案係乜街？我嘅答案係叫誒。叫啦！唔會錯啊，請主持人來回答。吃到一重嘅遊戲太重。對嘞。答對啦，厲害！哎，讚哦。臨時安尼出題安尼就有辦法了，真的厲害呢，難怪是高材生，張博士嘞，張博士用買的嘞，沒那麼有錢啊。是咁講嘅。好，先幫大家。好的，謝謝。哎，我北強後兩區就出了一邊，一年高分哦，洪思權。你也要用。強用好，強用，沒有創意。下試卷來出問題，希望大家袂團隊，馬嘅友誼唔會比呀，馬嘅目標行千里。同意就通分。行千里，唔可以比，唔可以比，目標行千里，唔可以比，唔可以比，好像對，唔可以比，目標因為行千里哦，行千里，唔可以比，同意就通分，通分啦。係啊，目標要一目標，那啥要一目標，誒，目標要行千里哦。誒，乜鬼東西？啊，就係一隻通分啦。如果知道過嚟啊，通分咩？無一，係目標，要一唔可以比，哦，有一唔可以比，目標行千里，衛生棉。為什麼？翅膀，它不會走啊，為什麼會走千里啊？它會丟掉的時候，沒有，它都陪着主人走千里啊。好讚，不是咩？有道理，有道理哈。那個通分，動物啊，衛生棉也有沒有翅膀的？哎呦，乜嘅通分嚟？哎呦，想好了沒？我要騎腳踏。怎麼了？我們完全不知道答案。啊，真緊哦！我們到機了，一環哈。真係。然後一吹，來。唔啲。哦。啲嘛？哎呦，也係嘛嘅。答對咧。答對咧。幹嘛？你現在馬後炮有什麼用？有一唔會比。有魚翅，你不要這麼那個好不好？陳偉如。看了好幾拍8拍了，太半炮哎，你代表好像哎，是啊，參與一下。對。好了，謝謝世軍，好，謝謝世軍。來，你出題。上哈了，麥了出題，哎呦，上哈了不得了，領皮鞋，都不會衝哦。啊，先唱歌。你出題啊，有沒有唐人是啦？我是唱視線，我唱視線的。你不是唱少安啊？沒有，這樣就沒辦法下班。音調的部分呢？用蝸牛黃鸝鳥。好來。歡迎。裴雪唱歌不好聽，我來出問題，馬個東西兩一腳啊，一腳起點，一腳走。這個我知道。同一道文具，哎，皮鞋，你們請離婚呢？你從頭到尾走調，唔係走音呢。有一隻挑誒，係錯誒。我老小剛欣賞。小剛老師都彈得好難過。同一隻文具。乜該東西用一腳皮凳一腳走。好了，起腳了。挺像哎，你終於有參與感。醒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搶人哋嘅擂台吹。答案就係圓規。答對了。超好，哎，七答對都會答對。哎，沒想到你唱，他們答得出來。果然是隊友，他們懂你心。我跟你講，心有靈犀。只要本人不尷尬，尷尬的就是別人。合理呢。哦，感謝皮鞋。來，上來了。放地鐵嘞。
两换一弦了，哎呦，他们俩一起了，来，好了，干嘛挑哎？哎，可以用给黄鹂鸟，黄鹂，张帝，还好，嘿，各位，几天，来出题，你的好朋友哎，啊，够100，这位置音场有问题吗？卡，哎，奇怪，来吹耶，做在一起会被改。那一对了，真的好，有点可怕。可以对好了没？来，真的蛮欣赏的。会不会等一下还是？好了，听错爱弹琴。好了，应该好了，预备，欢。几天也来出题，大家听错爱弹琴，匆匆风风四天半，迷途情向神德。可以张清洁用品，清洁用品，对，常用俩东西要呛你嘅，种甜饭用的嘿，米土清香，东香啊圣的，冲锋，都在拿来入身体的，为了第100公里，搞得太清楚了，谁讲的？哦哟。想摸我哪里？就是不想摸。你弟嘛？弟弟啊，唯如知道答案。弟哈，请回答。全部同意哦。我也觉得。茶菇，答对嘞。好了，茶菇按南部用的讲。茶菇，我们呀，小人强用吧。按南部嘞，南部啊，小人强。茶菇，没，爱甜香开。米浓的。反见。反见哎，反配宣的也是，爱甜香开啊。OK，安尼，谢谢逸贤哈，谢谢。安尼总共也哈比得了18题，也到单元比得了，比得了18题哦，18题，安尼脑热吹得到多分？脑热吹8分，擂台吹10分。恭喜擂台吹！两位老师，谢谢，新年快乐，好厉害！公演听说会搞团量哎，哎呀，跟某团某意思啊，你看团长好高啊，但是那个题目你看一下，真的好有意思，挺好搞，真的，董永信，除了我自己那一题以外，其他的吃都吃我生气。你那一题真的也是蛮应景，蛮符合。总在碰面那来走题目没摸简单。对呀，是个伟人就来了。对，舍我其谁？好了，好了，俺们看一下下一集单元啊，我们来油亮撒不吃豆，wasabi 芥末给扮演，加起肉丝，不太会说谎，围炉了天数穿厉害，这个有点辣，怎样很辣吗？这是红豆的吧？你懂我演啦？你到底有没有吃啊？浮夸。细细嘅世界，爱最期待中去触动，因为动脑嘅，大家都来看家谱。江下冲散过，家谱同会冲散过，一样爱过。那条狗踏过，一盘瓜子，三马三十手，树荫包落树中虫，树中虫，爱看得你嘅笑容，你嘅温柔，爱真。你平安快樂，用談到我，愛聽你唱歌，愛
去觸到。一條樹徑，三馬三叉三，雙手不用下牡丹，牡丹，愛看見你嘅笑容，你嘅溫柔，愛真見希望，你平安快樂，你有糖多麼。愛的衝動，愛會始終去看你，將去觸動，將去觸動。平安快樂，不要談多麼，愛的衝動，愛會始終去看你，愛會始終去看你，終於觸動。卡波耶，卡波耶，哎，这演技大考验了。没错没错，两曲准备好嘞。对啊，这个闹热队先攻，我来显示东西，哎，显示东西。我来本来呢擂台追來團，加油！哎，提一提，嘿，你看兩唔少，兩唔味哦哈，有兩啥要吃到瓦萨比芥末嘅扮演，兩啥。他这个哈，等他宽给的失聪嘛哈，尬四共，你还想你们可以指定一位再吃一次，还有了解，对，就是你如果不相信的话，你还可以指定他。这个游戏我记得我在大概30年前，有玩过是不是？我真的有玩过，表示经典游戏。中视那时候还飞哥主持的一个节目，对，就是在做这个，也是过年特别节目，哎，我就放着，我就吃一颗。我就吃到这个芥末这样，我就觉得好难过这样。他说：“哎，不要装了啦，真的啊，是。我说你吃看看啦，真的是芥末。哎，真的，他。”哎，对啊，所以这个就好玩的游戏哈，永远都不觉得说老，哎，就是好玩，很有趣的。后告，哎，看马啥演绎他好，他不演。哎呀，顿时觉得佳琪你怎么变那么高？跟大人啊，跟你下面踩了一点。踩尾如还在里，尾如出来了吧？小王，你可以出来了。小尾如在里面。小尾，你们可以，比如说真的吃到的话，要感觉好像没有，没有芥末，他们有策略，对，有策略，对，哦，或者说啊，真的是不是芥末，但是你吃到啊，一般会暗涌啦哈，对呀，一般是这样，就是这种浮夸戏，但是他们哈，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这样。我说他们有他们的策略，我用年轻人的创意来看一下哦，来，暗涌就，反正他们靠颜值嘛。好来，那我们就请5位，一位来，好，先抢心意。其实很紧张哎，好，勇敢走，我们是紧张。好看哦，心怡没关系，我帮你吃啊。先不用演。哇塞！等一下，如果是瓦萨比还不会那么快。你不用提醒他，你是共爱哦。你看，他等我 Q 他才开始演。Oh my god！你出来走戏。没有那么多，芥末嘴巴会张开透气。他本来是演员，出来，对，好，沙哈伦，问嘉琪演员，好，嘉琪，给黑演员，佳琪哈露些的哈，嘿，好，佳琪我觉得佳琪肉身不太会说谎，围炉了，天数宽一嗨，
这个有点怎样很烂吗？你是吃红豆的吧？是不是甜在心啊？让你想到陈伟霆。红豆。我跟你讲，你如果哭的话，那表示真的你就很厉害。有哎，哎呦，哇，你也太心机了吧！哇！哎呦，真的哎，因为新宇有演戏过，演了好多戏了，所以他而且你看，新宇还继续在演，很好吃哈，很好吃，是不是肚子饿了？应该是他喜欢的口味哦。哦 ，Gaki。好了，好 ，Gaki 是在脸上。 OK， 好，广告 OK 了哈。我们先留一张。陈李跟领冠曲。广告王，哎，好哦，广告王花演技，跳什么狮子？你懂我演啦？你到底有没有吃啊？浮夸，这真的好浮夸，真的。还他没咬，还在嘴，他是吃了2个吗？还在脸颊，还在脸颊，这应该是花生口味的。感觉来了，感觉来了。你是在漱口的？对，他怎么左右各一？他怎么好像9口？凉嘿，你要紧紧嘿。呀，都难讲好生嘛，好深嘞，好生哦，赞哦，精神有来都难讲。哎，他有一个哦，要不要配个茶？哦，这个很难讲。 OK，哎，那就是应该是没有。他继续在咬。来，好。杀了不？雨涵，一涵，哎呀，一涵，一涵，金曲穿得像芥末。雨涵。嗯，天哈，星空天哈有沙皮天兄，有亮逼，应该不会这样子啊，照理说应该不会啊，这样。他要遮眼睛哎，对，我想让你们看到泪光闪闪哦。就已经想好了。真的要改哎。我觉得佳琪跟那个谁来送会动哈？看一下有没有眼泪，有没有眼泪？负心汉，吉娜姐帮我看一下。雨涵，你要脸部表情要给人家看。对啊，我们要猜什么？我们要猜什么？我怎么知道你到底是吃到真的还是假的？对吗？这是表演有眼泪吗？对，表演没有眼泪，有啊，某木质啊，一毛木质嘞，其实他没有眼泪，某木质，不要挤眼泪。要不就是假的，要不就是他很喜欢吃晚餐。哎，没血没泪的啦。戏精。哦，有一些人哦，好爱吃马沙饼，越沾越多越好，哦，越舒爽。我猜他没吃到，他骗人。买刚刚给偏影。对，可是上次有人就是这样，可是演得很不像，对不对？上次穷。雨涵演的太多了，越来越多了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好，反正冠群是绝对没有啦。冠群你是吃不够的。那你再吃雨涵的。你是还有四他哭了，犯累了，犯累了。好，还有一会是再来沙尔文思gün。好了哟，感觉他也是浮夸派的。对。他是内敛派的，没有，他是不知道怎么演的那一派。他是苹果派的。太假了啦！他笑场了吗？世军你挑的吧，世军你挑的吧。世军你专心做歌手就好。你要拉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很像上厕所。哎，你头要抬起来给我们看呐！红出来。他在笑。我觉得这个世军不通过。便秘，我觉得有点多。头，你脸要给我们看啊！出力，哦，出来了，哦，喊出，喊出，卫生局嘞，爆金了啦，爆金了。哦，我们出来。很假。所以总共有2有一点够嘞。光可不是咖喱。我觉得佳琪有那雨涵没有可能，雨涵也有可能，啊，冠群没有可能，但是去懂好色那个就是走反方向啊，走反方向，啊，搞不好吃他故意装作没吃，很快就吞下去。给挑丝哎，挑丝哎哈，哦，哎呦哈，再查一位好不好？对，你们还可以选择现在现蔓延，不你留个是佳琪就佳琪是确定的，那就确定是了，真的吗？世军还在辣，你看还在红啊。哦，世军我这演到这里就太多了。但是世军脸改个面，没有，因为瓦萨比他冲着他鱼还有给我狗腿嘞。他不敢吃辣。哎，那世军再吃一次。你可以讲几句话吗？
那我们猜，你可以再指定一个。是可以在指定真的在抢宇涵跟是世军选一位，宇涵跟世军选一位。如果你们现在还没确定，因为你要把两位猜出来，我们觉得对不对？有一场你们决定是谁打起？佳琪确定。打起。哦，然后宇涵众跟望所那个世军梁沙尔嫌弃不一样。哎，那嫌疑比啊。哎，可是佳琪现在脸有点怪怪的，他脸一直都怪怪的。宇涵好了啦。我也觉得宇涵好听吗？因为我真的觉得他是浮夸技的。好，所以共4票，嘿，那就宇涵吧。宇涵吗？宇涵，可是冯世娟的脸看起来好像蛮有点受不了。他真的太多了，我跟你讲。没有，如果他真的很痛苦，你现在再给他加上去，他真的很痛苦。没有，那就不要让他痛苦。你相信啊，真金不系机。你们要不要？用啥？不要吵架，不要吵架。你们两个不是我们投票，赶快决定一下，决定一好，下。选宇涵，要给他再吃一位。一环吗？Cashew。好，哎呦，好3票，好，就抢一环，各是一张。一环给你。他带着一抹神秘的微笑。一环我再给我做一拜哦。继续行下去啊！刚刚我们黑他笑了，他笑出来了。我觉得宇涵是假的了。我觉得宇涵是假的。你说很虚啦，因为虚空是。假如他真的怕的话，他应该这一颗会却步一点。而且他现在非常的虚空哎，现下。我记得还蛮会分析的。虚空现下。你看他刚直接吞那一颗，他完全不怕，而且其实吞了才开始演，你发现没？真的吃到其实他在瞪你，对。饿出来，饿出来。我给人团嘞。怎么可能第二次还抢到？宇涵金曲奖就够了，金钟奖不要了，要给别人。一环还两张熬到懂的懂。哎，一环平常时某周一啊，基本上都暗用。真难过。有些人第一次演戏就会得奖。没有，真的吗？哦，你看世军还在演，你看。还有你还会现车用啥子？佳琪，好，那快几分吹？一环。安用，俺你个答案是哪用啥子到嘞？抢卡数。哈哈！很会演呢。这次我们演的很烂，对不对？怎么会没有被猜中？很烂。冠军你好厉害，你喜欢吃芥末？你喜欢吃？第二颗我不要了，那你把它吃掉。没关系，不要留给子瑜啊。子瑜说，子瑜共给一分，哎，为什么你们不相信他呢？对啊。我刚刚有猜他啦，你们有演员呐？我刚刚演呢，我刚刚有猜他。你以为他是演出来的？没有，因为他刚刚整个脸都是红的，我笑就会脸红。你只有笑才脸红。看到罗哥会也会。他最近最厉害的作品就是捏那个，捏那个橘子，捏香蕉。香蕉。好，阿勇就恭喜俺你嘅农业区。好嘞，下来就公数搞不？好嘞，搞完，好嘞，哎呦，然后我哋嘅吕特区。哦，嘎哈，你看他们真的很厉害，很会演，懂会演呢，因为演都很强啊。哎，然后看吕特区嘛，啥会演哦？哎呦，哎呀，我们不要输人哦。哎呦，哎，这边也是演技派的。哎，没错，演技派的。对，儿童组的演技派。哦，下一关呢，还搞嘛该嘞？你看到他这个面前有一张信封袋有嘛？哦，第一位度，还有第一位度有2张，大家第一位度有出狗。哦，哎，臭高，皮了清楚哎，哎，后盾没 K 狗，哎，臭高啊，臭高了哈，臭高是什么味道啊？臭高，你等下不皮哈，哎呦，真的，嘿，一撒哈，你大撒的演个时间哈，我老给纸都会打回来，拿起来闻，深呼吸3次。哎呦哈，有问题请你给资总赢了哈，他指定这样子，然后深呼吸3次，哎，还有急救设备吗？啊，有急救设备吗？有，哎，有你隔壁就人工呼吸，人工呼吸。那个门口好像有那个什么AED，你如果有什么问题，我帮你口对口，好不好？他立刻醒，对，至少你打开要闻10秒，哦，10秒，好不好？你不能这样重的，深呼吸3次，而且你不能就然后鼻息，这不行哦。一定要有让我们感觉到有吸的感觉。还有声音就是糖爱豆啦，你要有带麦克风，对对啊，要做出那个呼吸的声音哈。这一集的钱真难赚，真难赚，我也觉得。按牛就团量砸出来啊！尬四共呢，哎，还可以让你们选择一次，就是 contact 以后
可以选择一个人，他们自己闻自己的，还是交换，指定谁闻谁的。哦阿勇有了解嘞。啊，如果你们想闻，你们也可以过去闻。不行啊，不行，做唔得哈，做唔得。阿勇要批出来了。好来，阿勇准备好了就从 Annie 嘅批线开始。好，加油哦！叫他吹讲。佩轩，你现在不用那个袋子，你这样吸气一样。哎，等下批走厉害。为什么他吸气？不是要用力吸吗？因为你的鼻子可以合起来。因为它的肉比较小。哦，赞。哎，我也可以。金美 boy 呢？金美 boy。哇塞！为什么可以这个？哇塞！那你这样根本吸不到啊！我也这张桌在他屁股啊，他吸进去才可以合起来。哎，好，还有领皮鞋，沙勒湾基线的陈奕迅。哎呀，你笑，你这样就遮住了。陈奕迅很多，真的。批懂懂呢，批分太多，好嘞，300就好嘞。哎，偷走嘞。哦。哎，他们的策略好像真的只有自己觉得好笑。哦，一眼嘞哈，一眼嘞变有颜色了，错了哈，好，沙哈来，哎 ，Gaki 分美仪了哈，然后我陈美仪，这样就挡住了啦，砸到牙面嘞，好猛哦！喂。有这么自虐？不要动！陈明仪，他们看的有点丈二金刚的头绪给子瑜不怕啦，子瑜因为他连肚脐眼他都很爱闻。肚脐都演的呀。好，他杀了关子瑜。肚脐味道更越重，他越爱闻。哎呀，清气粉嘞。不用扭。好嘞，好嘞，可以了。原来他们是。我们等下看一下昆巴强下勇哦，就对了，他们的策略很猛哎。他们傻眼。沙了们中巴强。转过来，张大块，嘿。那我今天有点刻意克制的感觉。给人爱有的会冲哎，有在批吗？没有情有的会冲。只有俩是吗？哦 ，OK。哎，他们好安静哦，俩。这个很难写，对不对？你说这个样的芥末，哎，你要吃到还会有表情。我吃讲，对啊。假使讲俩做的云奶方哦，有些出没做的云奶，哎嘛吼。对啊。按俩去有嘛上班。我要问一下，子瑜有这个味道有没有那个肚脐的味道臭？我感觉有米西肚脐好臭，米西有毛孔用，毛孔用哈，香港脚，香港脚，肚脐较小，肚脐较小。这个俩就老天气改老匹配啥的毛孔用哎，哦，有吗？哎，有答案吗？还是刘州的呛一嗓。你们呢？还可以一样有2个人吗？一个人，哦，只有一个人闻到。但是你可以请一个 A 闻 B， 或者是说 A 闻 A 自己的，哎，所以我们觉得谁最有可能，但是我们找那个演的最烂的去闻那个最有可能的。嗯，好，我觉得那你们觉得谁演的最烂？对，就是张伯杰。钟大强，对吗？那要去闻谁的呢？哎，闻日璇的，逸璇，基演那个哦。钟大强，你演基演那个，黑暗眼吗？对，是这意思哈。我今天闻日璇的。哦 ，OK，一起哦。那请伯谦过来，抢到一演给毕业，不用换，你旁边等一下就好。哎，好来，请闻。好。
深呼吸。老刚他懂枪啊，系啊，懂枪呢。 1、2、3。懂哎呦！哎，你跟当年吹的团练杀出来，怎么都开心。哎，这方式还蛮可以混淆的，对，扰敌政策。真的，欺敌，哎，这很好玩的，很好玩，难怪你们刚刚笑得要命。欺敌。你跟当年吹俩哈，他们现在在讨论。可是我们有几个臭高啊？2个。哦，是哦。啊？你不能问。有2个。好啊，黑马啥？好了，然后还有一个，我帮你们闻一下子瑜的了。好，闻一下子瑜的肚脐吗？是可以的吗？而且你哦，中日本记得看到，如果你要按用 pose， 哦，我们要跟他一起做。好，来。好，等一下。好，走 demo。哦，都得。啊，1、2、3。那你就给听后嘛。听够。快好了，再给我们2分钟。有一个一定是确定的。哎，那我们就选预选。好，我们决定了。好，哪2 V？第1 V 是佩璇，皮鞋，皮鞋。我们哪好意思啊？第一贤呢？一贤，几贤呢？一贤，俩2 V，按就会拍影出来，7加落 P。哎，自己来闻一下，你们答案对不对？开马啥？去闻。来，连家里最小的。欺负妹妹啊！对啊。哎呦，女汉子啦，因为雨涵才是最小的。超丑的。他们不能换答案了嘛？对，不能换答案了吧？对。他们之间自己。你们再派一个啊，直接两个来一起闻来。注意啊！来，我都不敢大力吸。闻完以后还要比那个动作。起来，好来，真是一种邪教啊！好来，10秒钟。要换别人。 5秒钟。雨涵遮到脸的啦，你想看这个有东西吗？雨涵喜欢。2、1，他在找味道。好，1、2、3。你们自己说答案对不对？在演。怀疑人生。哦。这应该没味道。某尼吼，哎呦，黑玛莎拿到有出口的，那让你闻有味道的，有味道的，给你闻有味道的。来，去奖励他。另外一个要给雨涵闻一下。来。有味道吗？其实我知道董雄哎，所以董雄吗？哎，我没知道董雄啊。就是我跟谁？啊，你跟伟如。哦，哎呦，恭喜，给你个女回去的不？公数高分。好嘞。耶。 恋爱情算甘甜，我将去美容。若听一句我爱你，满面是红旗旗。尤其是小姑娘，心内想真欢喜，用面上听甲伊真受气哦。马屁股，初恋爱情算甘甜，我将去美容。 若听一句我爱你，满面是红旗旗。心的伊独自落中，纷纷起哟，家家户户叠春联，客家朋友春台前。 还是咱乡见面，共相共伊彼面，无影东风伊笑脸脸哟。马屁股，
新年伊都准落场，纷纷喜哟，家家户户贴春联，合家平安春台前。伊都真落强，纷纷喜哟，家家户户贴春联，合家平安春台前。也是中见面，中衣裳中地面，我妹妹东方少年的哟，爆冰爆，狂乱的人有勇气，无惊一切哟。无论三更也看面，讲啊无也家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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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啊，罗哥回来了，因为他想去跟西雨在一起。这一个游戏到底是谁想的？到底是为什么这么的背哥哥？罗哥，俺让讲的嘛。对啊。哎，你吼，那些道理可以偏迷有嘛哈？出来那个制作人给啥地方？哈，就会给到制作人。他一定是常看日本片。对，要不然就是看过《满清十大酷刑》。对。他几个有看过吗？有。哦，《满清十大酷刑》有一个武器啊，哈，金木就会告俩啦。骂傻仇斗没有椅垫的椅子。那刚刚没有椅垫的椅子呢，就是中间有一条杠。哦，这么舒服哦。哎，这么喜欢是不是？等一下你试做哦。日本片看很多，哎，以前看到，哎呦，奇怪，还可以这样设计，还可以上上下下，还上上下，哦，你也看过哦，对，边踩然后。我们不是一起看的吗？哎呦，哦，哎，开始讲呢，乐团。哎，你俩比底部度嘞有两上有抽到，哎，俩顺通俩一比，他是今天负责哈我们做指令的，哎，有3个指令，本台起来团一下，先来指挥他们做，我们直接来做看哈。好，游戏规则黑 Q 用 A 啦哈，等他尬施工，台起给他团出来，还有一个你们可以选择一位哈，来团本给我做1摆哦，好的，来，你给提一张指令嘿，台嘎 Q 哈抽，大家一起做，好，抽，预备抽。哦，太牛狗对对乖乖，那个肌耐力不太够的哈，有点怪怪的。罗哥怪怪的，罗哥有点怪怪的哈，没有在这边，罗哥有舒服的感觉。好，世军怪怪，我觉得是世军怪怪的话，代表他不敢做下去，然后核心不够力的时候就会快点。我觉得是冠群，因为他有手的。冠群有压着，有按蛋，有哈，有感觉哈。好了，再下去他们都要露馅了。有周代吗？周代，我们进行第2个指令，抢你的嘎起，带动波浪舞。插起，不要回来。起来没问题，一个挑衅好，波浪我们也做，他们还坐在原地哈。沙雷第3个指令，第3个指令，还有第3个指令哦，一批来哦，啊，一位来，好不好？罗哥跳欧巴嘞，我现在不想起来，那我们就从冠圈开始，好不好？好，就会一闪呢，每个人各自在位置上转1圈，好，抢冠群。他有舒服的声音。乖乖哦。冠群，好，冠群转完了哈。One and 你给1盒。哎 ，no， 给 Maggie，去跳。不是雨涵，是雨涵哈。好，3、2、1，世军。世军，我觉得可以演个苦情戏，太多了。我觉得有点太多了，跳倒嘞。有的跳欧巴嘞，你是屁股长什么东西哦？加了哦！哎，寡人有疾不好说。哎，不过有的人哎，你要去哪里啊？世军，我觉得他没有坐在椅子上的感觉。我也觉得，你应该好。OK，世军做出来3号的分1盒。
没有了，心意啦。勇敢的啦，心语不想起来，开源转心语也不想起来了哈。开源好，最后我们的压轴强烈罗哥。Oh no！ 转不动，卡在里面了，卡太紧了。OK， 哈哈，开起来清理好哦。罗哥有的会唱，哎，你丢啥？做的讨论一下，哥的都呛一啥？可以再找一个人，等一下讨论一下。我觉得以制作单位的立场，让罗哥有的几率很大啊？很什么？清代吗？对啊，因为以制作单位的立场了，青狗第一次来吗？你讲清代啊，青狗，青狗，几率很高，就是你说制作人一定会弄我，就他一定会弄他，是不是？可是他是罗哥哎，你确定？他偏偏要让你猜不到，而且他知道罗哥喜欢这样。哦，我都不知道，你知道？那你不觉得心宇也喜欢吗？应该刚可是要看是哪一边。假期都冇事情做，故说等下一定要本假期吃款奶，我现一扎本给吃。哦，现一扎本假期吃，可以，现一扎本假期吃。每周等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，他说可以，他说可以。那佳琪做罗哥的吗？啊？唔讲来讲我讲，我觉得可以做世军的。唔讲冇世军太假了吗？第一个删掉就他。世军都行啲香大演技有时候也可以。抽杆拳咧好嘅啦，杆拳，我讲假期抽杆拳，杆拳有的会冲诶，好听吗？没错，做得咯。做得哈。但是他冠军总会周一呢，所以叫佳琪呀，佳琪来做冠军的，冠军或罗哥投票，还是佳琪坐在冠有用冠军身上，是佳琪坐罗哥腿上，然后转一圈，是不是？应该没感觉，他那么小只。有没有讨论出来没？选罗哥的举手。等一下，我不行。选冠军的举手。冠军，我唱冠军去叫佳琪去。佳琪去抽冠军，嘿，冠军一片。坐在冠军身上。这样怎么做了？啊，你已经卡住了。他拔不起来。他坐我腿上啊？不是啊，没有起来，还真的。我以为嘞，心里话不要讲出来。你兄弟的朋友，你敢这样戏弄？哦，抢嘎小心了，小心了。你舔啊！要转一圈哦。小心了，小心了。你舔啊！我动作片，动作片。会，好会哦。佳琪很会。你敢干我？很会。宁整宽，宁整，我觉得。佳琪很会。也反的，对。他转太远，不是对不对？他转太远。佳琪同我做戏，我低嘞。佳琪懂我做戏吗？佳琪那个表情很猥亵。很猥亵吗？他有点开心又不好意思太开心的感觉。真的。3跟5先删掉。3跟5先删掉。3跟5。讲嘿，世军咯。其实刚刚转也转太远了。对他转很远。黑毛。罗哥心里。Q 用给夫啦。哎呦，我觉得罗哥好了。罗哥是其中一位，还有那会 EV 黑马啥？还是我们也一起这样。他们好像在用时间战术，看谁挤奶。对了，5、好，4、3、2、1，好，有谁投票？罗哥还有马啥？是吗？罗哥还有马啥？你真的不是？不行。罗哥心宇。罗哥老心意吗？确定哈？好。罗哥老心意哈？等一下，我要问军师。怎么了？那你选，你觉得？给他选。提前，快！他是舞台剧的。冯世军是不是？罗哥跟冯世军，相信他。罗哥老冯世军，好，按钮。好。抢人领两下，来到舞台这边，来看我们从罗哥这边开始看，好不好？穷 Hill Boy 哈。我们要做是吗？来，你就看他的宽，黑马啥？潮水片的知道是哪一店？来都考，我差点我。男人中的男人，狗肉片啊！一换真是女汉子哈！
雨涵也很强，好不好？很强哎，雨涵，对不对？情越镇定的越舒服。是，而且他还可以手不扶桌子，对呀，有筹的。我们坐椅子的也要假装没有坐，真的，我刚一直注意雨涵为什么那么镇定。雨涵果然是厉害的歌手，核心肌群很强，高手中的高手。哎，有了，哇，这是高手啊！哎，早安，就会罗哥老雨涵。等一下，魂都一撒呢，我要起来喽。好。阿勇团都一撒有得分吗？有得1分哦，1分。哎呦，恭喜，哎，那有得到1分不差了哈。下来公主宝宝。谁有踩上去健康步道？好啊，开始哦。好，来，原地跳3次，好来。危险！好的，哎，公平起见，对不对？我刚也玩了嘛，哎呀，当然现在就要吉娜也要玩一下，对吗？哎呀。周马上来告2关。哎，我刚刚那一关也不好玩，对不对？可是你轻用输啊。轻用输，哎，这种胆逼真的哎。两个没用输啊。我跟雨涵，我觉得雨涵厉害的，他真的很厉害，一点感觉都没有。雨涵好像家里的椅子都没椅垫一样。脚踏车也没有坐垫，脚踏车也没有坐垫。所以我跟你讲，还要把坐垫拿下来才能骑。雨涵那一根比较粗，我那一根很细很痛嘞。他照尺寸去分配的。真的啊，我到现在屁股都还痛的。哎呦，哎。不过还好啦，可以按一下这个什么，这个叫什么坐骨神经。痔疮哦。哎，痔疮爆掉。你讲到痔疮，我怎么觉得现在还有臭膏的味道？因为他们拖鞋。这一关就是在猜谁有脚臭。猜谁有脚臭。哎呀，这一关就要玩这个谁踩上去那个健康步道。哎，对了，哎，看就知道了，好吗？好，那你们就好好的猜一下。对呀，好来，哎，好了，准备好了。我们有战术了，有战术，有战术，好，好了，那请你们大家一起往上踩。哎，看这个会板凳，那没办法。好假！真的要叫吗？可以快一点吗？还没先，哎呦呀！至少站其实10分钟，还蛮舒爽。舒爽吗？我都站不直。其实还蛮OK 啊，真的可以。 OK 了吗？闹得对。可以做其他动作吗？没有，我刚才指令1而已。卡掉哎！才第1个指令，听听，哎，来第2个指令，大家原地转1圈，好吗？好来，请吉娜先转1圈。我危险！哇！我觉得看到隧道的那头光了。好，真的吗？走的哈。好，好来指令3，来佩仙。波浪舞预备。哇，你搞自己人呐！来回20圈，摸不到嘞，摸不到嘞！摸挑啊，人家都摸挑啊！要命了！哎，你胆枪真的是，对，这个不都被他讲吗？根本没有跳，对不对？对，来，再来一次佩轩，来波浪舞，预备起！哎，他们跳不起来，面线，还要吃面线，还蛮坚持的。哎，这按总难团啊！好难判断啊！好了，那进入第4个指令了。还有，原地跳3次，好，可以扶着吧？一个来哦，可以扶着，不能扶。一个不能扶栏杆，自己上来，拜托让我扶一下，欺负吉娜，不能，可以吗？我残障人士。
好啊，开始哦。好，来，原地跳3次，好了。我面线，喊出来。你完全用胸部在撑，好羡慕，对呀，好羡慕。他可以这样子啊。好，像我就用胸膛在帮他撑，没办法，我天生优势。你跳了吗？你确定你跳了3次啊？移动了。好，来换你跳3次，哎。脚勾起真痛啊！2次。罗哥可以快一点吗？好了，3次。没有笑哎。哎，很假。来跳3次来。我面线。3次了吗？3次哈。我觉得好健康哎。我面线的。我面线啊，最近有一首歌很红的，我阿米耍哎。对啊，我也觉得。我面线。这样猜得出来吗？有一点端倪，对。还要不要再来？要哈，要就快一点。那你们可以想一个办法。有，你们可以想一个办法。这样跳，我们刚跳完。他们拖好久。对啊，椅子拖很久。让他们动大一点，动作大一点，动大一点。跳舞，让他们可以选歌吗？刚刚坐那个椅子，那个已经变很大了。动作大，动作大一点。可以选歌吗？好，选歌，还选歌？你以为 KTV 你可以听小康点歌？对啊，听小康老师。5568，哎，歌单。江南 style。对，一直跳歌。跳车了。江南 style。江南 style 不行了。要一起跳还一个一个跳？一起。好来，小康老师江南 style 来。江南 style。伙伴们加油！跳起来！哎，跳！好嘞，太吵嘞！太吵嘞！好可怜啊！周佩蕾，好了，指令都已经下完了哈，哎呀，那赶快猜吧。我们想要先淘汰一个最不可能的，最不可能的。我觉得博谦是最不可能的，因为我之前跟他走过那个健康步道，他痛得要死，他今天都没有皱眉头，不可能，这忍不了，痛忍不了。哎呦，所以删掉他。啊，对，博谦这很怕痛。对。对的啊，而且他刚刚那个跳得太自然，对，自然的一点感觉都没有。最有可能的是谁？我最痛的吧？最痛的应该玉璇啊，他真的很痛，他刚痛到爆。对，所以你不觉得吉娜很痛吗？他都没有跳，他完全用那个在撑着。不敢跳，所以有可能，因为他真的很痛，痛到没办法跳。随便啦，谁都好。逸璇还有谁？逸璇呢？安妮曼妍。吉娜姐也很，我自己就觉得韦如不是啊。韦如，我觉得不，他在偷笑啊，刚刚。你说韦如不是？他从开始就在演，就我想把他排除。剔除掉啊，剔除法好来。我觉得吉娜蛮可能的。吉娜姐哈，可是有可能。可是他从头到尾都会脸很痛。对，真的很痛。你不是走过健康步道？而且他都没有跳，对，他都没有他都是趴在上面。不要比动作。哪个正经呢？那用板凳他很不按通。真的呀？正经。因为重量在这里，脚就不会有重量。哎，真的哦，上胸大的人还有。所以知道为什么不会痛了吧？真的。啊？你就不会痛了啊？对啊，因为你根本没站啊，你当然不会痛。对啊，那赶快哦。好，等一下，赶快。我们这个有点难。哎，我想要删掉吉娜，因为刚刚上一个有我就装的很，因为痛真的很难演，但觉得里面可能有人也是不怕痛的，所以吉娜姐跟子瑜选一个，我会选子瑜。好，那子瑜好，24。看吉娜姐还在痛，我真的很痛。好，那就是玉璇跟子瑜，对，确定吗？24。
好，确定吗？确定。好，你们要不要过去看一下？好好，好，来过去看一下。好，被来。猜到了，对不对？哎。很痛吗？太难了，这真的会很痛，好不好？尤其跳的时候很明显。那为什么吉娜你演的那么像啊？你为什么演的那么像？从头到尾。因为我家里真的有健康天天走，演员功课有做。对，为了节目啊。啊，为了节目哦，哎，不团队哦，很厉害呢。好了，我们游戏结束了哈，来公布一下，哎，多带奶嘴痒啊，来，哎，我们统计一下分数，休息一下啊，好，OK。叫我走啊走啊走什么？3800理由哦。先生啊，娘子啊，风啊流，送啊流，呀呀吹，哦走鬼，风流做什么呢？哟哟的哟。我走啊走啊走什么？家母乱线那些，有那个好什么？头发保护手哦，先生啊，娘子啊，风啊流，送啊流，呀呀吹，哦走鬼，风流做什么呢？哟哟的哟。走啊走啊走什么？家母乱线那些，有点好黑毛。夜点2、3件咯。先生啊，娘子啊，风啊流，送啊流，呀呀吹，哦走鬼，风流做什么呢？哟哟的哟。走啊走啊走什么？家母乱线那些，雄起有几多？雄起白有几哦？先生啊，娘子啊，风啊流，送啊流，呀呀吹，哦走鬼，风流做什么呢？哟哟的哟。好了，游戏结束了。对，快去西服。恭喜擂台队啊！那我们闹热队要终极惩罚了，哎，没办法了哈，一定要请。对对对，各就各位，各据山头，好不好？来，明年有意思了哈，新公演哦，不太起来天好呀，是，健康最重要了哈。我们请佩萱哈来带领我们这5位新进的同仁们啊，一起做个健康操，好了。好的，没问题，让大家精神好。好嘞，嗯，2、3、4、要蹲下去，蹲下去，蹲下去，各位，然后再跳起来。对，可以先加一个跳的动作。加一个跳的动作，他做的好标准哦。痛的话就说嘴边先哦。哎，人好标准哦。不要跳吧！哎，没有跳哎。啊！哎呦，继续跳，继续跳啊！哇，你们真的懂玩意，你们玩的开不开心啊？开心，开心吗？我很开心，我也很开心。生日快乐！
哎呀，所有观众朋友啊，祝大家今年真的太发财哈，太赚钱，过好年哈，身体健康平安。大家莫唔記得每一天都繼續收看呢，老年大擂台，老年。